电了10%，我靠，话筒也没电了。什么小朋友不会提到镜头吧？不知道。这两个戴眼镜的小朋友。哎，还没转过来呀、这扎西拉姆应该在帮西饶吧？应该过来的时间比较少。8.55吗？从这边。
是确诊吗？哦，确诊来了。如果没人多收几个人，好，谢谢。车顶子背心这个男的啊？车顶子背心这个男的。这个吧？哦，背包。跳舞那个？哦，看到嘛？他没啥跳舞的嘛？你天天在这儿跳，你认得到了吧？看一下。今天啥子？你也吃到了对吧？没吃到哎，有点点。今天啥里面东西？你那个啊？哦，这个是人卡嘛？他一喊他就听到了。过来嘛，过来，过来。
啊，我感觉就在全面。台湾大哥大，中来了。才过来啊？才过来。你罗马那边吗？没去。哦。我住的地方有点远。哦。河河大道有点远。啊，这头早就到了吧？早就到了。我还没送嘛。没有，8点50左右。他那才拿过来，我现在搞忘了，然后他叫人送过来。这边，他们在那边。哎，来了，他来了。
会挑这个，所以他不会挑这个。手甩一甩的，还倒退，这个特点就是退2下。小娃娃跳得好，还那个小女孩，嘎，就是，还戴眼镜儿，一个戴墨镜儿，一个戴个墨镜的，好看一下。是不是？我这个真会跳啊！各庄群镇，明明，地方卓玛，海口，阿丑，这个是泽邦，台州，后面是托马祖、雍正，后面是儋州。这个不认识，这个白玫瑰他们那个叫啥？白玫瑰团队的，不是团队，是夏泽林，哦，不是夏泽，是夏泽茶品团队的。白玫瑰还没来。
那个事情要跟他打帮那个。他们以前叫这边是左手茶棚吧，他们取名叫下头茶棚。后面跟那个露露老师们吵架，后面就没在跳了，然后在文化公园那边跳。然后文化公园不跳了，然后过来跳。这个吴小沫嘛没来了，昨天没来，今天没来。哦，对对对，小拉米，好啊，名字。白玫瑰的话，最好的朋友。前天那个没来啊？哪个前天？我来了，今天没穿到的那个是吧？是哪个？绿色的那个。哦，有个小女孩子一点。对，就那个绿色的那个嘛。好像没来哦。就那个绿色的。不是没来，那个矮一点，没来啊。戴了口罩了，就是在那个。戴口罩了吗？戴口罩了，就是那个。哦。就那个绿色那个。完了，认不出来了，戴口罩该认不出来。戴口罩好多哦，现在好他妈还在戴口罩，好小啊，超10%。跟那个跟水啊，那次跟了1490还没问到，也是跟水的，不知道你这第二次哦，就是我你是送第一次你是送那个歌唱曲折的吗？是不是啊？没确定一下老师是，这一次也是送水啊，因为那天你发了之后，我发回去就可以。昨天晚上我还给留言了，我说你那个前2天不是送了1490，第